齊恩晒半裸照，串爆娛圈最低級嘅人渣。自從3月聲稱俾阿媽暴力對待之後，其後離開香港，齊恩終於翻咗嚟啦。唔好誤會，佢話自己唔係翻咗香港嘅，只不過喺 Facebook 同 Instagram 度見到佢啫。不過透露會喺短期內翻嚟，又話好掛住屋企。不過佢嗰個 home 係指香港，唔係真正嘅屋企。小心撞到人啊！小心。齊恩不嬲多嘢發表噶啦，佢一蒲頭仲串爆香港有好多卑鄙嘅人，利用佢作為踏腳石賺錢機器，直言娛樂圈同埋媒體行業嘅幕後人物係社會上最低級嘅人渣。雖然唔知同佢之前拍戲嗰啲嘢有冇關係，不過佢星期四喺 Instagram 鋪嗰張半裸背照就吸引到網民嘅注意。化淡妝嘅自拍相亦都暗示自己不嬲都冇扮優雅同淑女，認為偶爾講下粗俗說話唔覺得係一件壞事啊。其實有網民都覺得佢化淡妝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噶。